640萬。你話而家細到好唔好？我有個朋友30出頭翻嚟養鵝，一年有600幾萬嘅產值，佢點做到嘅咧？我帶大家嚟了解下，呢個就係你哋嘅鵝場。係啊，呢啲就係整鵝啦。啲意思就係攞嚟生蛋。哇，咁都好多喎！我認唔認得側邊嘢係打邊隻？平時間咧10個打1個我又怕，我而家1個打100個都唔怕。養鵝每日工作係點樣啊8點零鐘餵鵝啦。咁早食早餐啊？要啊，一日餵2餐，處理好啲蛋，同埋清下啲鵝屎。有幾多種鵝啊？我呢度7000幾8千。點樣配？一夫一妻啊17隻公配100隻乸啦。好幸福喎！係啲鵝蛋孵化，從第一日放入去到1個月後可以產出鵝仔。你一個櫃放咗幾多鵝蛋6000幾。你呢度有幾多台機啊？13台機。孵化60日嘅話就全部統一出啦。唔係分批次嘅，3日一批啊，或者4日一批嘅話都係1000幾2000循環式咯。需要嘅溫度啊，需要咩技術含量啊？溫度嘅話都係37度幾嘅啦，同埋有濕度啊。呢部機係全自動化，如果唔夠濕嘅話加濕啊。到時整出嚟鵝仔賣去邊度啊？周邊啊，其他城市啊都有嘅，有啲平到啊，上飛機嘅。上飛機啊，鵝仔出嚟嘅話，基本上都1000幾2000，加埋仲有其他鵝場，有啲甚至過萬一日。孵化率有幾高啊？8成幾9成。而家你哋主要其實都係做種鵝，我哋都會有做鵝嚟講個場。咁我哋過嗰邊睇睇啊。哇！呢啲都係蛋鵝，呢啲係中午先有蛋可以孵黃㗎。而家入邊嗰個有分個集位嘅，種蛋鵝產完蛋之後，就我哋要肉花肥佢。按照肉鵝咁計啦，由鵝仔到生成大嘅肉鵝上市嘅，去到幾多斤，同埋要幾耐時間咧？足100斤，8斤半至9斤啦。成本要去到幾錢？15蚊一斤。你而家市面上賣嘅都基本上係200-300蚊一隻嘅，市面上嘅話賣18蚊一斤左右。最高峰養嘅話20至21蚊一斤。年產嘅話，鵝要去到幾隻？可以去到4到5萬隻。按照好景嘅時候，價錢好嘅話，20蚊斤一隻咧就大概係8-9斤，都為咗160蚊，再乘翻4萬隻，就係640萬。按照鵝仔養100日，咁你一年養幾次？冇計過。假如我唔識養，有冇技術可以提供到？可以。你哋能夠提供技術嘅話，包到回收啊？可以。你哋呢個模式合作社同埋農業都可以。養大鵝100天至100日鵝啦。如果我養100一日賣貴啲，咁可以，但係養鵝成地金，顯哥黑中鵝，認真有料，支持黑中鵝，支持三農，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嘅三農企業。